中油高雄林园厂昨下晡2点外庆会4架拢是乌烟。中油是表示讲，这是因为压缩机故障启动安全的机制，甲制停的气体排到燃烧塔，烧了无完全排出真侪乌烟，造成空气污染。这嘛是林园厂今年第7届出状况咯。环保局嘛开出上100万的罚单。 香烧塔喷出的火源阁大港，中油高雄林园厂4轻机组的香烧塔，初二下晡2点外，熊熊开始喷火，惊到当地的民众，中油车衫透早出面会师的。裂解气体压缩机，因为油压的问题，赶快做一个安全的机制，把它停下来，为了保护那个里面的设备的安全。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我们残留的气体会排放到废气燃烧塔。中油说明，因为4轻压缩机异常，安全机制就启动起来，将制定气体排去香烧塔。因为出现明显的乌烟，环保局监测了后，以违反空污法开罚。因燃烧不完全造成黑烟排出，本局将违反《空气污染防治法》32条规定，裁罚10万元至500万元以下罚款。 环保局最后裁定重罚112.5万，因为这已经是林园厂今年第7摆出状况，统计总罚金480万。林园厂一直出状况，嘛互当地居民真不满，要求市府加强监督。常常有烟呐，足多烟呐。都说他们都有来检测啊，结果他们来的时候都说没有啊。 4轻香烧塔透早正常运作，出现淡薄仔白烟。4轻机组运作将近40档，地方民代一直希望会使汰旧换新。中油回应，行政院5月已经同意起新4轻，后续会以相关程序进行选址顶作业。记者陈环宇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